今次嘅比賽咧係為咗促進同鼓勵跨世代嘅合作與共融，希望透過不同年齡層嘅參賽者演繹70年代初至90年代尾嘅經典中英文金曲，讓音樂引領大家重溫過去美好嘅時光。同時藉住呢個活動咧，促進世代之間嘅交流，推廣香港流行音樂文化嘅傳承。祝各位參加者拼搏奮鬥，好好享受你哋嘅舞台。希望你哋繼續加油努力，唔好放棄追逐你哋嘅音樂夢。希望嚟緊大家總決賽將你最好嘅一面呈現俾大家。今日呢個舞台係屬於你哋嘅，大家好好享受今日嘅演出。祝各位參賽者把握機遇，心想事成。祝各位參加者萬事俱備，砥礪鋒芒。祝各位參加者奮發向前，夢想成真。祝各位乘風破浪，直取桂冠。咁各位參加者繼續追逐音樂夢，加油！嚟緊嘅星期日5月4號就係跨世代共融之聲歌唱大賽嘅決賽，評審陣容十分之鼎盛，包括有百樂音樂學院院長伍樂成先生、歌手陳明同 JC 同埋可蘭嘅。大家今個禮拜日一齊動員去黃大仙廣場支持咁多位參賽者啦！